心靈需要與關懷之人生意義與價值。喺病房，護士發現一位50幾歲嘅女士，佢成日喺病房悶悶不樂。其實佢身體上邊只係因為少少嘅問題需要入院幾日。護士覺得好奇怪，佢就邀請咗院牧去關心呢一位病人。院牧細心咁同呢一位女士交談，發現喺半年前，佢嘅女兒因為交通意外離開咗世界。平時佢哋兩母女相依為命，媽媽照顧女兒嘅起居生活係佔據咗佢生命嘅絕大部分。因為失去咗女兒，使到佢生活嘅動力都消失咗。院牧慢慢深入聆聽佢同女兒嘅關係，生活上邊嘅細節，發現佢女兒無論工作幾辛苦，生活有幾大壓力，只要佢喺老人中心做完義工返嚟之後就顯得特別嘅開心。佢話能夠關心到老人家係佢生命之中其中一個最大嘅滿足同埋喜樂。於是院牧就鼓勵佢延續女兒嘅使命，亦都可以從中體驗到女兒嘅人生。透過社工安排，佢喺老人中心終於可以做起義工。之後一段時間，院牧再關心呢一位女士，佢話俾院牧聽佢嘅生活做咗義工之後慢慢就回復正常，能夠好似女兒一樣做義工。佢個人都開心咗，而且亦都明白到點解女兒以前做義工之後嗰一種嘅開心同埋快樂，重新揾到生活嘅規律同埋節奏，亦都用一個新嘅角度去認識佢女兒嘅生命。呢個係成為佢人生好大嘅安慰。多謝大家收聽，呢一個係律敦治醫院院牧部網頁嘅 QR Code，歡迎大家掃描，可以瀏覽我哋嘅事工。